今日我哋嚟到咗福田梅林嘅京基神悅府，仲有3個月嘅時間，呢個樓盤就即將交樓啦。可以睇到大門口同埋整個小區已經全部搞掂晒㗎啦。咁呢個樓盤咧，唔單止有住宅，同時仲有公寓喺度賣嘅，總價位140萬起。咁我哋今日咧，我哋入裏面去睇睇呢個樓盤仲有咩房源喺度賣緊先。神悅府呢個小區咧，總共係分咗2個地塊開發嘅。咁我哋面前呢一個咧係屬於整一個地塊㗎啦。咁右手邊呢4棟咧就係屬於住宅，起步面積就已經去到咗100平以上，總價位係700幾萬起嘅。咁左手邊呢一棟發住光嘅咧就係4棟嘅公寓。呢度咧有8梯26戶嘅樓層咧都係得42層嘅啫，但係咧呢棟咧係屬於70年產權。喺外圍咧呢個係屬於02地塊嘅，呢度咧天匯公寓佢只有40年產權嘅，同我哋4棟嘅公寓咧其實佢係一模一樣嘅面積單位，都係38、45、48同埋70平嘅面積。咁目前70平嘅大兩房已經全部賣晒啦。咁最後一個咧就係喺我哋嘅門口呢度有個梅麗小學，呢個咧可以積分入學嘅，買公寓都可以一樣可以上嘅。咁同時咧我哋喺小區嘅裏面咧，其實呢度咧仲有一個幼兒園，目前已經全部起好。咁京基神悅府呢一個樓盤咧，佢係屬於喺我哋嘅福田上梅林嘅。咁目前咧有4條嘅地鐵線嘅，地鐵9號線嘅梅村站啦，同埋4號線嘅上梅林站，以及咧我哋嘅22號線。當然啦，22號線估計咧都要去到咗2028年先會開通。咁已經開通嘅地鐵10號線咧，孖嶺站有少少距離啦，但係咧4號線、10號線一樣都係去到我哋嘅福田口岸站呢度嘅。所以咧大部分都係選擇喺神悅府買嘅人咧，都係香港人嘅會更加多少少。咁我哋嘅商業咧，我哋行出去大概900米嘅地方，上梅林地鐵口呢度咧有個大型嘅商業中心，就係卓越會購物中心嘅。咁同時咧，其實好多翻上嚟福田養老嘅朋友咧，會考慮到醫院。咁我哋呢邊咧步行出去大概係500米咧，就有一個福田區嘅第2人民醫院啦。咁我哋依家睇嘅咧係一套端頭位嘅38平嘅大單間嚟嘅。咁呢一套房咧，佢照樣都係通天然氣。咁而且咧睇緊嘅咧係屬於交付嘅標準嘅。入門口呢啲櫥櫃位，包括廚房嘅3件套，全部都有。但係呢啲咧佢係冇通天然氣嘅，只有電磁爐。櫥櫃全部都做好晒㗎啦。咁翻過嚟呢邊咧就係我哋嘅衞生間，同樣咧係做咗乾濕分離㗎啦。花灑各方面全部都做好晒。上面咧其實仲有一個浴霸喺度嘅，為天冷嗰時咧唔驚會太凍咯。入到嚟可以發覺咧，其實呢度咧佢全屋都有中央空調喺度嘅，所以咧佢有呢一個通風口出嚟。咁呢度咧其實真係擺一張床、梳化，以及咧我哋邊上仲可以。當然啦，最好唔好擺電視，喺上面做個投影儀咁樣照翻落嚟，住得會更加舒服。咁呢個位置咧係屬於北向嘅廳側陽台。咁呢個陽台位咧，我哋可以睇到外面真係冇遮擋嘅。翻過嚟右手邊呢邊咧就係另外嘅地塊，同樣係屬於京基神悅府嘅。呢4棟咧就係屬於住宅，左手邊呢一個佢就係屬於我哋4棟嘅公寓，70年產權嘅。我哋啱先已經有拍過咗㗎啦。咁下面咧就有幼兒園同埋我哋嘅小學都係已經全部起好晒。咁依家呢一套咧，同樣都係屬於邊位嘅一套38平嘅。咁啱先我哋睇嘅咧係交付標準。咁依家呢一個咧係屬於開發商自己做翻出嚟嘅樣板房咯。咁整體嘅格局咧，稍微係有啲改動咗，即係原嚟中間呢度冇屏風冇牆嘅，開發商咧加咗一個屏風喺度，增加咗私密性。咁裡面咧就擺放咗床啊呢一啲嘅。咁對翻出嚟咧，呢邊同樣都係陽台嘅位置。咁對面咧，我哋可以睇到啊，就係卓越會啊，包括上梅林地鐵口所在嘅位置啦。OK， 咁我哋依家再睇另外一個戶型咧，就係43平嘅，其實比38平就齋多咗5個平嘅面積。入門口同樣係廚房同埋我哋嘅衞生間嘅格局方面咧，同38個平係冇乜分別嘅。咁唯一嘅就係咧38平多咗5個平呢個面積就係喺呢一度啦，可以夾翻出嚟一隻房間喺度嘅，整個面積咧真係會多翻出嚟好多，而且闊好多啊嘛。咁同樣咧，依家可以睇到嘅就係呢個位置，佢一樣係有陽光可以曬得入嚟嘅。咁可以講咧，呢個43平嘅比38平嘅光線更為好好多。咁最後都同大家總結一下就係呢一個樓盤，佢唔單止有40年產權嘅公寓，同埋70年產權嘅都有。70年產權嗰批咧，起步價位就要去到170萬左右嘅。40年產權嗰批咧，只有單一棟嘅，但係佢總價位真係低，總價位喺135萬起，你就可以喺福田買到一套屬於自己嘅拎包入住嘅公寓啦。